后来，这个台湾各地跨年活动到底要办唔办是真无确定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会看疫情的发展，滚动检讨，应该取消就来取消。桃园市长郑文灿讲，28号会阁开会来决定，是毋是要来调整到防疫规划。台北市长郭文摕嘛来解释，讲嘛真有可能伫跨年的前一天宣布这活动取消。101年会，市政府广场的跨年晚会，台北市政府跨年的经典，今年敢会话变就变？按照要办的去准备，但是我可能前几天就跟你讲都不办。进前就讲出现一个本土案例，就要求拢爱挂喙暗取消正式的单位。出现15例嘛，只是改为线上的转播，无要开放民众入场。郭市长即马讲活动照常准备，也毋嘛可能会雄取消。伊讲因为防疫若破功，损失搁较大。该取消就要马上滚动式的取消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讲活动应该取消就取消，有五月天跨年演唱、秋跨年活动的同园。讲28爱阁开会，决定敢要调整防疫规划。滚动式的检讨之后，那再来决定防疫的规划是否调整。北台湾的跨年敢要办，要安怎办？考验到首长的智慧。